有啥的文学读互你听。这边要甲大家分享《愚神要出嫁》。《愚神要出嫁》第一集。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，滴滴滴。艾米翻身，把闹钟仔关掉，看徛伫眠床边换衫的翁婿，讲：这早，敢无爱阁加困一下？天父拿挂手表啊，拿额头看眠床顶的牵手，讲：虽然妈伫电话中讲伊敢若尿仔去下着尔，毋过我犹原袂放心，想要较早转去看卖。看你目睭眵眵，佮爱困眠，无今仔日我家己转去就好。昨下班接到厝的敲来电话，阿小妈讲伊无注意去互温泉的小气下着。厝内抹烫伤的药膏拢已经抹完啊。问天父过转工若有闲，才帮伊摕一条电去。佮吩咐伊毋是介严重，毋免专工走一撮。搬来市区已经几落冬啊，嘛有替阿小妈穿一间房间，眠床、架台、药椅，逐项拢白白。谁知影是大人就是住袂惯势，几落摆来一两工，就家己坐车转去。偷偷甲查某孙仔讲，伊也是较爱住伫拍开门，就会当踏着土，看着天的所在。看妈妈的身体也算勇健，迄摆饭厝都有阿姆甲即辈阿婶通做伴。做后生的就无搁再坚持，只好直接打电话转去。就算讲无啥物代志，听着声嘛较安心。行到厨房窗架边，过去卖种蛋煞，抬头看到查某囝坐伫客厅。奇怪，一月平常时上课遐尔歹叫的鱼仔，今仔日哪会遮早就起来坐踮遮食早顿配电视？天父手捧咖啡，坐我鱼仔的身躯边。毋是因翁仔某无爱囡仔，实在是鱼仔出事了后，牵手的报道都无搁有消息。仔细一个，未免较寂寞，而且无后生团香火，心内有较袂得过。好佳在是大人并无见怪，顶多甲因开破讲，囡仔饲好健康大汉较要紧，若会担心。一个较也过一年，生一年，迄是爱娶偌济某才生会出来咧。可能爱亲像迄个外国官员，斗100个爱人，生规社区的囡仔拢叫伊爸爸，安尼敢袂伤寒？爸，等下我参你做阵转去阿嬷家好无？天父我头看宝贝查某囝，读小学5年的鱼仔有顶着牵手，翁仔头水，性地好，佮好笑神，话讲两句啊，就笑眯眯。虽然是个查某囝，一点仔也袂跳头。好啊，我知影你想要酒池菜园啊佚佗，啊，佮有甲驱魔耍啦。鱼仔回头翕面，爹仔一句来一句去，无发现艾米徛伫主人房门边讲：牛奶麦片紧食食咧，衫若换好，咱就会当出门啊。要是恁两个要留踮遮继续开讲，我家己开车转去就好咧。车驶过圆环，
停在西药房门口，三个人同齐落车。郭丽瑜，一踏入门，鱼仔就听到有人咧叫伊的名，头越来越去，四颗连灯拢看无是啥人咧叫伊。只是徛踮柜台后穿白长衫的药剂师，头咧咧哪笑哪话，莫你念遮甲人创治。讲煞，倒头问行入来的人客，歹势啦，查甫囡仔较热，请问恁需要啥物？刷落来目睭油看对鱼仔，妹妹，你号做郭丽瑜对无？我是张俊廷的妈妈啦。原来这间西药房是张俊廷因兜开的。阿姨你好，你生做足水足有礼貌，无亲像阮兜即个，因大姊拢讲伊是高济天，我才毋是高济天咧。一个查甫囡仔对柜台边两出来，妈，我甲你讲，伊就是迄尾毋知影是五桂鱼，也是鲢鱼的郭丽瑜啦。话未真讲煞，张俊廷的肩胛头就互药剂师扇一个，无甲人拍招呼无小借问，阁遐尼无礼貌。其实这间西药房因拢捌来过，只是毋知影药剂师是鱼仔同学的妈妈。经过药剂师的介绍，拣一条无掺美国仙丹的药膏。要离开时，张俊廷又出声：“郭丽瑜，恁阿嬷兜的蛄蚪即马有较大只无？蛄蚪本来就真大只。”讲煞，鱼仔外甥行出去外口，无擦张俊廷继续伫后壁休。郭丽瑜，老师叫你爱请大家食，恁阿嬷兜种的比狗搁较大粒的莲藕哦。